队。西罗亚合唱团是在1989年成立的一个合唱团哈，所以到今年几年？考一下你们数学，1989。35，好，帮你们算好了，好，35年，哈，已经进入第36年，已经满35年，哈。那一开始呢，成立这个团队的缘由是，大概就35、6年前，哈，双年教会的一些同工看到，教会的附近，教会的这个生活圈里面有很多视障朋友，他们其实很需要被关心，哈。当时，整个社会的氛围，整个关于视障者的福利关心还不是很足够所以教会就成立了一个叫视障关怀基金会，在关心这些视障朋友他们的各方面的需要那同时我们也成立一个叫盲朋友查经班，视障朋友的查经班。那另外一个就是西罗亚合唱团希望透过他们能够在信仰上得到一些造就。让他们的生活的层次范围可以更扩大因为我们知道视障朋友他们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的不方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曾经问他们一个问题我们皮包打开要拿钱要付钱的时候，他们看不到那一张到底是几百的，你们可以了解吗？我们可以眼睛看那个是100、500、1000嘛他们怎么分？摸大小，100的有比较小一点但是500和1000好像差不多一样大对，所以分不出来。反正就是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说穿衣服今天我们跟他们说好，我们要穿蓝色的队服，那怎么办？看不到哦蓝色的我有问他们，他们是说他们在衣服上会做一些记号，比如说缝扣子或什么但是他们自己知道了就有很多是我们可能视力正常的人，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一些限制那我们当初成立盲朋友查经班，成立西罗亚合唱团，就是希望这些视障朋友他们可以走出来不要在他们很狭窄的生活圈里面让他们愿意能够走出来。那同时也运用上帝给他们很美好的恩赐像很多团员他们都有很棒的歌喉会很多的乐器，用这些恩赐来服侍。那西罗亚合唱团的主要服侍对象特别在疫情之前，我们很常到监所里面监狱啦、看守所里面去做诗歌的见证分享。在座进过监狱的应该不多，我不用问了我用举手，我们刚上一场有问过了可能就1、2个了应该是去参观的不是关出来的对，那监狱的那个氛围我们可能没有接触过，你如果有机会进去，你会感受到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一个没有盼望没有光明的地方很有压力，甚至可以说是死气沉沉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就希望透过诗歌的分享、见证，把福音的信息带到这个监所里面，也成为他们的帮助那么过去的服事的经验里面，真的有不少受刑人很受感动他们甚至写信回来谢谢我们甚至有那个，因为他们听的时候都要旁边要有那个主管在后来那个主管就信耶稣成为基督徒很多这样的见证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好好的运用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把这些恩赐拿来服侍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与帮助好，那今天西罗亚合唱团他们会带来几首诗歌的分享刚刚在第1场的台语礼拜里面有一起唱过几首诗歌啦那我们第2场主要会以华语的诗歌但是仍然有几首是台语的诗歌首先第1首诗歌就是台语的诗歌伫这时刻咱就快乐礼拜天早上我们用什么心情来到教会？欢喜快乐，还是还没睡饱？想再多睡一下。你们教会的那个时间的安排蛮特别的，那个主日聚会啦我们第1场是比较早的是台语，对不对？
比较晚的是华语，为什么这么安排？现在年轻人爬不起来了，我想大概是这个原因哈。对，但是呢，我们每次来到上帝面前，我们都应该是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情，因为我们要来见这位爱我们的上帝，见这位赐给我们一切恩典的上帝，所以我们理当是欢喜快乐的哈。我们就先一起来听这首诗歌，在这时刻咱就快乐，在这时刻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好，每一次我们聚集的时候，都是一个感恩、赞美、喜乐的时刻。愿上帝的恩典时常与我们同在。即使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挑战，但是上帝他已经应许，他恩典永不离开我们，所以我们仍然可以用欢喜快乐的心，时常来到他面前。接下来这首诗歌，他永远陪伴我，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很需要有一位上帝陪伴我们走人生的道路，特别在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挑战，好像没有力量继续走下去的时候，这位上帝他成我们最好的陪伴、最好的帮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他永远陪伴我。
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主耶稣他应许要永远陪伴我们。这首诗歌里面有提到我们生命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很好的朋友但是这些朋友能够给我们的帮助，其实也都是有限只有主耶稣他成我们生命永恒的帮助、永恒的力量愿主耶稣的恩典、主耶稣的陪伴时常在我们生命当中。接下来这首诗歌《永恒的答问》，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问题要去寻求回答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的生命从哪里来？我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就透过这首诗歌《永恒的答问》一起来聆听。永恒的答问。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冥河里那天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冥河里那天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耶稣基督，他是永恒的主宰。这世上的一切，我们看作有价值的这些名利、地位、富贵如这首诗歌的歌词所说的，会时常的变换
人没有办法恒常去掌握它哈。在这不断的变换里面，我们人如果没有找到一位可以依靠的上帝，其实我们生命会失去方向，失去目标。耶稣基督他应许我们要成为我们生命永恒的帮助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因为认识上帝、认识主耶稣有他成为我们生命最好的帮助、最好的力量。接下来林珠英姐妹她要带来葫芦丝的演奏。葫芦丝是一个很特别的乐器，我们有看到她手上拿的乐器吗？它上面真的是一颗葫芦哦。我们很多人可能连葫芦都没有看过对。然后葫芦然后加下面几根管子成为葫芦丝他为我们演奏的是这首诗歌叫《坚定相信》我们也一起来聆听。
好，谢谢祝英姐妹带来葫芦诗的演奏哈。祝英姐妹她其实多才多艺哈。那除了会葫芦诗以外，她也会那个手风琴。手风琴我们这次出远门，因为有点重量，比较不好携带啦哈。然后你们猜一下她的职业是什么？猜不到，对不对？好，直接跟你们讲好了。他是那个专业的调音师，钢琴的调音师，所以他可以他虽然是全盲哈，但是他可以弹非常棒的音乐哈，这是上帝给他特别的恩典了哈。我想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恩赐只是差在你愿不愿意把它奉献出来成为服侍别人的一个工具。当你愿意的时候，上帝就使用我们每一位，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与帮助。这首诗歌也告诉我们，坚定的相信他是垂听祷告的上帝。特别在我们生命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不要忘记有一位上帝成为我们的陪伴。好，接下来江美丽姐妹她要为我们带来一首独唱主啊，听我祈祷然后接下来她也会有一段她的生命的见证与分享，我们一起来听。主啊，听我祈祷。
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南北都可以在这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相信你们都很清楚地看到，我们是一群不完全的人，但因着上帝的爱，透过双联教会的号召、牧师的辅导，把我们这一群虽然是不完全，上帝更是为我们找了一位很有爱心又极有耐心，他用心细心地教导我们，培育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这个勇气，可以站在这边为我们的上帝来做福音见证。我也是台南的女儿，我的家在台南的一个非常乡下的地方，离教会非常的远，但是上帝并没有因为这样放弃我，他一直在我身边，都有美好的安排。我的邻居是一户基督徒，偶尔礼拜六的时候，有人会到他们家做家庭礼拜，唱诗歌，看圣经。因为那时候我很小，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很喜欢唱歌，我也就懵懵懂懂就坐在人家的群体里面，跟着人家唱歌，听很多圣经的故事。但是在我的心里面，我只觉得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在我的信仰上完全都没有作用。到我国中的时候，我的音乐老师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他看到我的眼睛这样，他很热心地跟我说：“你来信我的耶稣，你的眼睛就可以看得到。”当时我正是叛逆期，所以听到这种话，我觉得上帝实在是太不够意思，不公平。我只是因为不认识你，没有相信你，你就让我眼睛看不到，所以我也就没有进入教会。但上帝仍然一直都没有放弃我。专校的时候，我读的是一所教会的学校。出社会的时候，我的身边大多数的朋友都是基督徒，因此我也跟着他们进出教会去做礼拜，然后唱诗歌，甚至就加入西罗亚。当时唱歌就是做礼拜，也就是偶尔听了觉得，圣经的故事好听以外，别人的见证分享也非常的感动。所以有时候我也在心里面跟上帝说，我是有感动，可是每次为什么牧师呼吁说有感动的人请举手，他要帮我们祷告，我就是那个缺席的那个人。所以一直虽然都进出教会，跟着西罗亚这样进进出出，我在信仰上好像没有领会，但是我们相信主他要成就一件事，他有他所定的日子。到了我结婚以后，我为了要让孩子有一个安定成长的家，所以我跟我的先生就商量，我们需要先买房子。但在40年前，我们用按摩工作要买房子，那实在是太难了。然而透过一些朋友的建议，然后他就
跟我们建议说，你们可以先成立一个互助会，所以大家集资，然后就也真的顺利的买了房子。这样子日子顺顺的这样子过，没想到有一天，我们家标完会以后，我还没有把汇款送到对方的手上，当天晚上我家的钱通通不见了。当时候我们按摩一次我们才可以拿到110块，我丢了大概40万。所以可想而知，我心里的慌张，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去找谁借钱。后来，我就想，我常常在教会进出，也常常听很多圣经，那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我突然想起耶利米书33章第3节，他这么说：“你求告我，我必应允，并将一些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我的心突然就安静下来，我虔诚的跪在床前，向主祷告。我说：“主啊，我们认识很多年，可是你一直都没有让我觉得我是你的儿女，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你才让我有这样子的遭遇？那如今，请你指引我一条路，你告诉我，我求告你必应允，求你现在指示我。”我要怎么样通过这一个难关？祷告完以后，我的心就觉得很平静，我也比较理性的来思考，我要怎么样跟我的一些债主来商量。因此，我就很诚实、坦白的跟我那些会员来商量说，我现在没有钱。但我一定会还你们钱，几年后我会慢慢的还。我那些会员，他们都很高兴，也很愿意鼓励我说：“你很诚实负责，我们一定都会挺你。”这是我第一次向我的上帝祷告，承认上帝是我的主。就这样，我继续在西罗亚里面，然后进出教会。可是我的先生一直都没有进来教会。那我有时候也帮他祷告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我可以带他进入教会。耶和华要成就一件事，有他所定的日子。我的女儿，她从小跟我在教会长大，但后来因为读书的关系，结婚了以后，她也不再来教会了。我的女儿一向很贴心，她总是对我报喜不报忧，所以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她说：“妈妈，我现在在长庚医院，我有一点小事，我先处理好了，我再告诉你。可是或许是妈妈的第六感，我觉得有不对，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女婿，我才知道我的女儿细菌感染，她已经要进入加护病房。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都不省人事。我没有放弃，我想到神是无所不能的，我向他祷告。
我请所有的在场的人都跟我一起祷告。虽然有些很多人都不是基督徒，但我相信神有他的力量。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他是你的儿女，纵然他后来没有到教会来，或许这是你要借这一次来试炼他，让他可以将来再回到教会。他在家父病房整整昏迷了8天。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所以我没办法到现场去帮他祷告，所以我每天都跟我先生11点的时候，我们2个就视讯帮我的女儿祷告。我也请杨牧师、所有双联的教会、我认识的基督徒都帮我们祷告。终于神真的听到我们的祷告，我的女儿顺利的通过这个试炼。祷告是我们与神真正的连结，靠着祷告，我们才真正可以到神那里去。所以平常我们应该要勤祷告，有事情的时候也不妨告诉别人，因为神会了解，他也会请别人为我们祷告。下面我们听这一首《有人为你祷告》。直到你了太近。
透过江美丽姐妹她的见证分享，也透过这2首诗歌，我们知道祷告其实是我们基督徒和上帝连结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透过祷告，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向上帝来摆上；透过祷告，我们也学习在上帝面前谦卑，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不足，用我们的生命来顺服上帝的带领。上帝的计划有时候超出我们想象哈。他刚刚有举一段经文，耶利米书，你们记得吗？33章第3节。我们生命中有时候会遇到那又大又难、不太明白的事情哈，但是信仰告诉我们，一切都在上帝手中。我们若愿意和上帝保持一个好的关系，我们愿意全心来信靠他，那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美好的计划必定要成就。我们如果愿意等候，愿意用祷告来交托，上帝那美好的计划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成就啊！所以记得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基督徒很棒的权利，就是祷告啊！时常透过祷告与上帝连结，也时常记得为别人的需要来祷告啊，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别人的支持。好，接下来这首诗歌叫《眼光》。我们用信心的眼光看待我们生命的路途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有上帝美好的计划在这当中。眼光，我们一起来听。无
让我们能够用信心的眼光去看我们生命中所遇到的一切的时候，即使是高山，即使是低谷，都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拦阻，因为有上帝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愿我们都一起学习用信心的眼光来面对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好，今天最后的一首诗歌是给怀疑的你。在我们生命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疑问，特别在信仰里面，我们也难免有一些疑问要向上帝提问。不知道你的疑问是什么，但是我想我们最终都必须要面对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是什么。愿我们透过这首诗歌给或许还在怀疑当中的你有一个确据，我们的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他愿意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帮助。你若愿意信靠他，他就成为你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帮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给怀疑的你。是你眼里的一个记号，记在
好，就我所知，应该是没有 uncle 曲的哈，应该是。